跟住咧就係黃毓民，但毓民未問之前咧，我想大家可唔可以同意啊？因為本應就4點半會完嘅，咁或者麥專員你可唔可以留到5點鐘？或者係大家同事冇問題啊嘛？毓民，你可以留到5點啫，咁你問啦，好唔好？多謝主席。對唔住我直頭 OK 啊，對唔住啊，因為我當咗你係我一部分喺度，對唔住嚇。咁就密密實實就唔包括你哋俾我哋嗰啲機密資料，咁我俾啲報館都得啦，係咪？係一樣啫嘛，係嘛？所以呢個答覆係好有問題嘅，即係查案就唔使密密實實。因為我哋啲資料冚唪唥將會係公開嘅，我哋專。但係我哋收到係機密，我哋冇公開喎，包括嗰啲最近俾我哋啲文件，我哋都冇公開嘅，唔可以公開嘅喎。將會公開啫，係咪？咁我講我哋都秘密啦，係咪？啱唔啱啊？即係我回應佢啫，你可以唔需要記錄在案都得嘅，係咪？我中意駁嘴㗎嘛，因為 OK 嗱就我諗頭先亦都有我哋啲即係委員問到關於嗰個即係同內地關係嗰個，呢個係我即係喺上2、3輪，即係話喺呢個委員會，即係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先生嚟作證嘅時候咧，我係不斷去追問佢呢啲問題嘅。嗱呢啲問題即係話你都係要答嘅一樣嘅啫嘛，係咪？所以今日我哋睇到呢份 Gen 18嘅文件，就有好多關於即係呢個廉政專員要確保全面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嘅責任，呢個係我最早喺呢個委員會裏邊提嘅。OK， 咁又好多謝你即係去答覆呢啲問題，雖然答到一嚿嚿係嘛？譬如喺呢個附件1裏邊我哋即係秘書處即係呢個委員會俾你嘅問題就係，如果廉政專員需要確保全面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嘅責任，廉政專員會唔會根據香港法例第204章廉政公署條例第12條廉政專員嘅職責範疇行事係嘛？以及 B 項就如果 A 嘅答案係是嘅話，香港法例第204章第12條有咩相關條文可以支持呢一項結論？喺上次嗰個取證裏邊呢，就湯生就提到12E 嘅，係咪？咁我哋覺得12E 呢，就未必完全可以反映到，係嘛？即係你同內地嗰啲相關部門嗰個接觸，為咗防貪或者反貪，係嘛？或者提供一啲即係互相交流一啲信息等等，未必係符合呢一個相關嘅條文，即係聯合國嗰個即係反腐敗公約。然後中國作為一個締約國，然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由於個締約國即係我哋嘅宗主國簽咗呢一個咁嘅即係公約啦，咁我哋都要履行相當嘅有即係部分嘅義務。咁但係我睇翻即係話呢一份文件裏邊嗰個幾點嘅答覆呢，2頁紙包括將呢個2013年10月聯合國嗰個反腐敗公約裏邊公約裏邊嘅第1章到第8章，然後你提到第2章嗰個預防措施，同埋第4章嘅國際合作嗰度，國際合作同我哋問嘅問題無關嘅，我哋係講內地 ，OK？ 咁你提到個預防措施嗰度呢，你就話呢個正正就係即係第12條。即係要更好履行廉政公署條例第12條嘅法定職能，廉署必須按照公約嘅內容同原則，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互助嘅原則，相互提供合作，一大堆，但都同我哋問嘅問題好似冇必然嘅關係。所以主席，我想再問一次，即係話按照呢個公約，咁上次湯生話12E，咁我想問翻而家現任嘅專員。咁係咪就係12E 呢？專員，你有冇嗰份 ICAC 嘅條例喺度？有嗰條條例喺度，你有，就係而家係12E 唔係喺 Gen 18嗰度個注解嗰度有嘅。Gen 18嗰個1嗰度，我即係問一問。已經有㗎啦，有㗎，有曬㗎。你可以答佢。嗰啲細字嗰度戴副眼鏡係睇到嘅12E。係主席。多謝主席。我哋喺嗰個Gen 18嘅第1頁，即係附件1第1頁咧。就已經係將我哋嗰個解説咗㗎啦。嗱，簡單我撮要咁講呢，就係呢個聯合國嘅反腐敗公約呢，佢個結構呢，由第1章到第8章，我已經列咗出嚟啦。佢基本上呢，都係按照住同我哋嗰個所謂三管齊下嗰個策略呢，都係好吻合嘅。即係話呢，有執法嘅地方，有防止貪污嘅地方。亦都有呢一個宣傳教育嘅地方，咁所以呢，即係話呢個聯合國呢個反腐敗公約呢，同我哋喺
第 section 12喺我哋呢個廉政公署條例第12條嗰度咧。主席唔好意思，我想打斷佢。呢啲你唔使講，呢啲嘢全部都係原則，全世界都通用嘅。OK， 我而家要你答嘅具體嘅就係你同內地嗰啲相關部門嘅接觸，按照呢一條公約，咁然後上次個專員話，即係個前專員話12E，咁我要你答我係咪真係12E？咁你咪答我咯，係咪？你唔需要同我講原則嘅，啲防貪啊、宣傳啊、執行啊呢啲，全世界通用㗎啦，係咪？你喺第Jan 18就好清楚講，你而家答一答佢呢個問題，係咪12E係適用喺呢一方面咁嚇？我想講咧就係廉政公署同內地部門嗰個接觸咧，就可以分開兩個方面啦。一個方面咧就係個案協查，個案協查咧就係1988年咧就已經開始係同呢一個檢察院嗰邊開始嘅。咁當時候因為有一啲嘅案件係跨境，就去咧建立咗呢個機制。咁及後咧就亦都因為去到2006年呢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做咗締約國之後咧，咁我哋係根據嗰個中央俾聯合國嗰個指示咧，就係話我哋有個責任咧要去幫助其他嘅締約國。咁香港嘅廉政公署咧就係喺香港咧就我哋係代表嘅。咁我記得我上一次我哋提供嘅文件裏邊咧，聯合國亦都網址上邊咧亦都有呢一方面嘅記錄喺個處嘅。咁我哋同內地嗰個關係咧，一方面我講咗咧就係一個個案協查啦，咁呢個係調查方面嘅。第二方面咧就係話當中國成為締約國，而呢個係延伸到香港之後咧，我哋係需要去履行一啲喺呢個公約底下嘅一啲嘅義務，而呢個義務咧就因為我哋本身唔係一個獨立嘅締約國，我哋係喺中國代表團裏邊咧呢一部分嚟嘅嚇，即係話如果中國係出席呢個聯合國嘅會議，咁咧香港咧就係作為一個代表團嘅成員，咁所以我哋嚟講咧，同呢個內地有關嘅部門咧。一定係有啲相應嘅一啲嘅，譬如話對一啲事件嘅討論啊。阿毓民問你咧，白專員就係12E，你喺嗰度答一答佢係咪呢個12E係咪適合你頭先講嗰班説話係喺嗰度咧？咁好唔好啊？你咁答佢，即係你頭先講係好明白，有時你喺 Jan 1Nixon 嗰度寫有晒㗎啦嗰啲嘢。咁你答一答佢係咪12E適合？如果12E唔適合，呢個唔係你話上一趟專員咁講嘅啫。咁佢而家確認你係咪呢一方面啱唔啱？毓民係冇錯，多謝主席。好簡單嘅就個問題係，我個人就唔會係單淨係講12E。係 OK， 即係你係你擴闊啲嚇。好啊，毓民。好。咁啊頭先咧，我哋都有啲同事問到同中聯辦嗰個關係啦。咁中聯辦咧就係中央人民政府香港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全名簡稱中聯辦。咁頭先阿穆處長咧就話係同呢個監察室係咪嗰個叫做，即係嗰個係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監察部嘅，係咪啊？係咪可以咁講啊？咩啊？係監察部同埋呢個最高人民檢察院 OK 兩個單位。咁即係話咧，我哋香港 ICAC 咧，佢係要透過中聯辦，即係話裏邊一啲中國嘅即係公檢司法機構嘅代表，係咪你透過佢咁去同佢哋聯繫嘅？可唔可以咁講啊，主席？白專員。實質咧就因為我哋1988年開始咧已經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咧建立呢個協查嘅一個機制，咁喺2006年之後咧，亦都同監察部咧係根據呢個聯合國反腐敗條約底下咧，亦都有多。唔係呢個喺嗰個Jan 18附件6第18頁有晒㗎啦。係你講清楚。主席，我淨係問你，即係主席，我想補充嘅咧係話咧，其實我哋同呢兩個機構咧，亦都有直接嘅聯繫。
係。咁所以咧就係中聯辦嗰個我就係要你呢個答案案啫嘛，係咪？我就係要你呢個答案啊嘛，係咪？你係咪一定要透過中聯辦先？唔係啊嘛，唔係一定，係咪？因為你88年已經同廣東省嘅人民檢察院已經有呢一個直接嘅溝通啦嘛。06年喺個公約簽訂嗰陣，唔需要係即係佢有直接有直接。唔係，所以我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我會有個懷疑咯，有冇必要去同中聯辦食咁多餐飯啊嘛？個意思係，咁呢個同呢個行公量值有關啊，個主席。你問，你可以問個問題嚇。唔係，我想再問嘅一個就係，你係基本上係冇必要。嗱頭先吳亮星有問過呢個同中聯辦嗰個關係嘅問題。香港嘅中聯辦我頭先講咗啦，係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其實仲有一個組織嘅，嗰個黨嘅組織嘅，叫做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係咪？咁喂，你知唔知咧？請問唔知係嘛？你可唔可以答咧，主席？叫佢。同埋即係佢呢個有咩關係啊？要問。冇關，我問佢知唔知啫嘛？佢可以話唔知。咁你可以唔答佢嘅。答佢啫嘛。你可以唔答佢嘅嚇。我唔知。OK。咁但係點解即係話我哋睇到一啲相關嘅報導或者資料，點解上一任嘅專員要同中聯辦有咁多嘅聯繫，同埋要食咁多餐飯呢？你可唔可以答呢個問題呢？我記得你有一次答記者嘅時候，衝口而出，我哋冇食過飯，但後來你就更正，都有食過飯，係咪咁啊？主席係，我上一次同傳媒講咧，就講話冇食過飯，就係我意思咧，就話我冇請過中聯辦食飯。咁但係咧就中聯辦喺我上任之後一個短時間咧，係有禮節性請我食過一餐飯。咁呢個係有嘅。係，你講咗出嚟嗰陣時。冇錯。OK，毓民。嗱，咁你對於前任專員嗰個做法，咁我唔要求你去評論啦，係咪？你會唔會即係繼志述事？好似阿湯專員咁樣，即係前任專員，同呢個中聯辦保持密切嘅聯繫，同埋經常有酬助，你會唔會咧？專員，主席，頭先我已經講咗咧，就係我上任到而家咧，我冇請中聯辦食過一餐飯。咁至於阿湯顯明先生任內咧，佢個做法咧，我係唔能夠評論嘅。就算你請佢食餐飯，都唔係一個問題嚟㗎，係嘛？我覺得就係話，如果有實際嘅需要嘅時候咧，係可以嘅。咁主席，我冇叫佢評論。頭先我講咗，你唔需要評論湯先生嗰個做法。我係問你而家做專員，你會唔會繼志述事？即係話係嘛？喂，嗰個政策如果一個政策佢有延續性乜？呢個阿哥做咗5年，你係啱啱上任冇幾耐，佢5年嘅所作所為係嘛？即係有啲係值得你參考㗎嘛？係咪？你又要繼志述事㗎啦？白專員你可以答啊！去毓民問嘅問題。我已經講咗，我上任到而家，我冇同中聯辦冇請佢食過飯。咁佢請我食過一次。咁我諗係咪已經係答咗呢個問題？毓民唔係完全答咗呢個問題咯，因為我個問題就係話阿湯生喺過去即係佢嘅任期裏邊，佢做咗好多呢啲嘢。咁你又唔評論佢啦？咁我問你會唔會繼志述事？如果佢做得啱，係咪？你會唔會又即係照樣咁樣做咧？或者做得比佢仲積極咧？咁我想知道啫嘛，係咪？咁你答咗啦，你話你唔會評論佢係嘛？咁你就只係食嗰一餐飯啫，係咁多嘢 ，OK？跟住你問要問 ，OK？咁跟住咧就係嗱，我哋睇到上次喺保安事務委員會，咁我都有喺度開會啦，係咪？就係你有一個即係嗰個新嘅指引。呢個新嘅指引嘅背景咧，好明顯就係因為要回應呢一個審計署嘅報告，啱唔啱啊？白專員，主席，因為自從如果我冇記錯，4月份開始咧，就有好多報章嘅報導，咁就關於阿湯先生，咁就頭先我已經喺較早前我講過咧，就我自己嘅觀察，我哋嘅同事咧。係即係喺嗰個，起碼嚟講咧，就係問我飲酒文化，我就話我冇飲酒文化呢一樣嘢嘅。咁亦都我覺得就係話咧，既然有發生過呢啲事咧，我覺得應該係從一個審慎嘅角度。咁於是乎咧，我就定咗一啲新嘅規則，同我嘅幾個部門主管傾過之後，大家都同意。咁咧就一方面係自我約束啦，亦都係約束我哋嘅同事。呢個可以講係因應嗰個情況定出嚟，亦都可以話咧係一個防患未然。
毓民嗱，主席，即係嗰個我哋有一份文件咧，就係批准離港外訪同埋發還公務酬助與紀念品開支嗰個機制，就呢個係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即係發生咗呢個湯顯明事件之後，或者傳媒廣泛報導對住，即係呢個對 ICAC 嘅形象咧，事實上係有一定嘅傷害嘅。咁你作為現任嘅呢個廉政專員咧，你係有責任係嘛？去即係改善或者甚至乎係堵塞一啲漏洞。咁呢個我哋都明白嘅。咁但係我記得上次保安事務委員會裏邊咧，我哋問到一個問題嘅，就係話過去咧，即係呢啲所謂批准你離港外訪使錢各樣呢啲開支咁就係個廉政專員自己批自己嘅，係咪？咁你覺得呢種做法唔妥當啦？因為發生咗咁嘅事，你就矯枉過正啦。我用嘅係4個字叫矯枉過正。OK， 矯枉過正就係你結果就話下屬走去批上司啦。咁上次喺保安事務委員會裏邊咧，就引起好多討論嘅。我唔知即係阿白生咧，你會唔會考慮咧，即係收翻呢一個做法咧？關於下屬批上司嘅嗰個。白先生，主席，呢個做法上一次喺保安事務委員會咧，就有好多議員都提出一啲意見，咁我都好歡迎佢哋嘅意見。咁就都其中有一啲意見，譬如話講到係可以交由呢一個審查貪污呢個委員會咧嚟到去即係譬如話佢哋開會嘅時候咧，我將我過去由上次開會到而家，所有呢啲所謂嘅外訪酬酢等等呢啲資料咧，係送俾委員會嚟到去等佢哋省覽嘅。咁呢個意見咧，我會係向呢一個委員會嘅主席咧嚟到去提出嘅。咁就當然議員認為下屬批上司呢個做法係唔理想，我亦都同意唔係最理想。咁但係問題喺目前嚟講咧，喺我職權範圍咧，我所能夠做嘅做到呢一度。咁因應議員嘅意見咧，我就會係將呢個意見咧係向翻嗰個審查貪污諮詢委員會咧嚟到去提出。甚至乎而家特首已經係委任咗一個檢討委員會，亦都可以向佢哋提出，由佢哋去考慮嗰個方法得唔得？毓民，毓民，但係我想問一問咧，你個 Operation Committee， 即係頭先你講嗰個委員會咧，嗰個 Terms of Reference 佢嗰個工作嘅範圍咧，係唔包括呢啲嘢？你可唔可以就咁？你專員可以忽然間可以改變佢嗰個工作嘅範圍啊？即係 Terms of Reference， 呢個唔係喺特首嘅個工作嚟，唔係專員嘅工作，唔係呢個 Operation Committee嘅工作嚟，係咪啊？即係可唔可以澄清下嚇？嗰個 committee 就叫做 Advisory Committee on 呢個 corruption 嘅。咁就嗰個即係嗰個 terms of reference 咧，其實好廣闊嘅。即係話咧，廉署裏邊任何其實講到關於管治嘅問題咧，佢哋都係可以多謝你可以過問。毓民，多謝主席。嗱喺 Gen 18個附件呢個附件1嗰度啦，另外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03-04年至到2012-13年度廉政公署執行處同埋防止貪污處有冇儲存餐酒同烈酒？若有，以2013年5月15日答覆附件15類似格式列出該兩個部門每年嘅餐酒同埋烈酒存貨。咁呢個亦都係過去即係話一段時間裏邊，我哋啲委員好關注嘅，就係因為根據社關處嗰個酒品存貨記錄咧，即係喺呢個除咗喺2006年2004至05年試過有11支呢個烈酒咁嗰個2004年至到嗰一年係邊個做睇先？我睇翻嗰個04。嗰個係黃洪超做呢個專員嘅時候，試過有11支烈酒。咁跟住落嚟咧，就去到呢個07年之後咧，一路到2001年，即係話喺你任期喺你嗰個即係前任總共嗰個烈酒嘅數量咧，就去到成100支咁滯，係咪啊？咁所以大家都好關心呢一樣嘢，先至問你即係我哋先問呢一個問題啦嚇。咁但係就你嘅答覆咧，就係話咧
廉署向帳委會提交嘅文件，有關社關處同埋行政總部購買酒品資料已經涵蓋公署所有購買、耗用同埋儲存嘅酒品。咁即係話喺我哋收到嗰份文件裏邊嘅2012至13年呢，其實13年就係應該2012年係佢係以邊一個月份開始計算嘅咧？你係2012年嘅7月，你幾多月起身嘅咧？7月。咁即係話2012年至13年講緊嗰購入嗰12支呢個餐酒，就耗用咗15支。咁就存貨有41支，烈酒有2支，嗰個係指咩咧？係咪有部分有冇係你做專員任內有份嘅咧？毓民，我睇一睇嗰個數。好多謝你。頭先個問題咧，阿克勤問咗，但係我再繼續，唔緊要，我繼續俾佢答一答。OK，咁克勤問。因為你頭先開緊第二個會嗰度。sorry。唔係，你可以補充下，你有咩補充？你有多啲你問題有啲新嘅資料喺度。其實我個問題好簡單嘅啫，我就話你以後會唔會買烈酒咧？多謝，我又想補充一樣，俾佢補充下好嘛？主席，我想補充就係話咧，我上任以來咧都冇買過烈酒，同埋咧亦都冇準備買烈酒。現存嘅烈酒咧，頭先我答咗委員會咧，就係話喺所有嘅聆訊同埋調查完咗之後咧，我準備將啲烈酒咧全部轉交政府物流處拍賣。答咗啦，唔該。要問第二個問題。好多謝阿專員呢個答案咧，我好想聽到呢個答案咧，咁啊證明佢唔啱啦，係咪？係，毓民。好 OK， 咁我諗我問到呢度啦。如果問到呢度咧，我哋仲有2位，可唔可以大家喺阿 Paul 同埋 Alan 有2位，我哋問完應該5點鐘完咗，好唔好？ OK， 好。每人或者 Alan 如果問唔到，下一節輪到你先，好唔好？